一开始来关心第5号风台杜苏芮强度一直在减弱。中央气象局伫早起的11点半已经解除台湾本岛的陆上风台警报，只剩澎湖、金门继续警戒。澎湖、金门就要到暗时风雨海发生。风台上新的状况，咱来看气象局上新的说明。 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发布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。随着台风中心在今天上午登陆中国福建省的沿岸之后，进入陆地之后，台风强度明显的减弱。 目前台风的位置呢，从云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，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金门的北北西方大概120公里左右的位置。暴风圈在现在还是笼罩在金门以及台湾海峡哦，所以目前在金门的话，还是有8级的阵风出现。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北移，我们预期在稍后大概在5点半的前后，有可能它的暴风圈就会脱离金门以及台湾海峡。因此，中央气象局有可能会在5点半解除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。 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了，但是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降雨呢，还是持续当中。因此，气象局呢持续针对东半部、南部、澎湖以及金门发布豪大雨特报，其中在花莲、台东。 还有高屏的山区以及澎湖跟金门是有豪雨，其他地方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。我们预期今天一直到入夜，可能这样子偶尔还是会有较大雨势出现，天气上还是相当的不稳定。